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Tony，兆利商務有限公司嘅創辦人，亦就係你哋嘅包租公。首先，我想真心多謝大家揀我哋公司嘅寫字樓，你哋嘅信任對我嚟講有好大意義。自我介紹一下先，我係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碩士畢業，而家喺科學園做緊創科項目，同時喺2012年開創咗兆利商務有限公司，做分租寫字樓生意。喺過去呢幾年，我親身見證住香港經濟嘅起起跌跌。2019開始，香港經濟真係受到好大打擊。我相信大家都肯定身同感受。嗰段時間，我同大家一樣，都經歷咗好多痛苦同挑戰。但係今日，我可以好坦白同大家講，我最差嘅情況已經過咗去啦。我想將呢段經歷分享俾大家。大家可能會好好奇，點解我要同你哋分享呢啲經歷呢？等我講個借遮嘅故仔。你哋聽，落雨嗰陣我冇帶遮，突然間有一個人肯借把遮俾我。我問佢點樣還翻俾佢，佢同我講唔使還啦，你繼續將呢把遮借俾下一個有需要嘅人就得啦。我諗你哋會明白呢個故仔嘅意思。你哋係我嘅租客，呢樣本身已經係一種緣分啦。我想將自己嘅經歷同埋點樣由最壞情況扭轉翻個局面嘅實際方法，免費分享俾大家。又或者老實啲咁講，你哋盤生意好咗，唔再退租，對我哋公司嚟講都係天大嘅好消息。除咗上高逆境求存嘅分享外，我仲想同大家分享另一樣更加寶貴嘅經驗。因為我除咗開公司之外，喺2003年沙士嗰陣已經開始玩香港樓市。雖然唔算係咩大炒家，但每年都總有一兩單成交，每次都有6、7位數字嘅利潤，成績都算幾 OK。2016年，我出咗本叫《樓市10招》嘅書。我姓馮，所以仲用咗房東尼呢個筆名。而家我想將呢啲寶貴嘅買賣經驗免費同大家分享，冇錯，都係免費嘅。首先我講一講我嘅動機先。第一，成日聽人生，係沙士嗰陣買淘大花園就好啦，而家升咗幾倍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唔需要回頭望，機會永遠喺前邊。而家就係呢個機會，住宅樓市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咗，嚟緊會進入上升嘅階段。喺每個月嘅分享會度，我會詳細解釋點解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。第二，千祈唔好盲衝衝入市。我見到好多後生仔因為冇乜知識就亂咁投資，搞到一鑊粥。買賣樓宇可能係某啲人成世人最大嘅投資，一定要識得啲基本知識先可以避免損失，甚至賺到錢。我同識咗好多年嘅拍檔開咗個樓市班，雖然我唔會直接教，但我會喺進階班度出現，幫學生真正實現上車夢想。我個拍檔都好猛料㗎，大家可以睇下佢條30分鐘嘅介紹片。最緊要嘅係，如果你最後真係經我哋成功買到樓，呢個樓市班係完全免費嘅，因為學費會由佣金度全數退翻俾你。同外面唔同，呢1% 嘅佣金已經包括咗買賣樓宇嘅寶貴經驗，同埋透過我哋嘅方法賣樓，隨時可以幫你慳翻好多錢，遠遠比呢1% 多好多好多倍。呢個絕對係一個雙贏嘅方案。如果你喺未來幾年真係想上車，呢個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。等我再強調一次，機會永遠都係喺前邊。首先你要知道呢個係機會，第二就係你要有實力去捉實佢。依家就立即報名啦，10月31號就截止㗎啦，而且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想知多啲就聯絡540238117 Judith 劉小姐。多謝晒。